台南成為全台灣沙巴魚養殖中心甲重要的外海掠魚基地，所以議員黃麗椒佇總質詢就提議，要建立屬於咱台南的漁業親子館，借此打造完整的食魚教育藍圖，讓囡仔自細漢就當了解漁業、認識海洋、愛上台南在地魚文化。議員表示，當然咱起頭無可能像高雄漁會親子館這麼大規模，不過希望對安平直銷中心的閒置空間先規劃，擱再擴大。我們安平那個直銷中心2樓現在都是還是閒置在那邊，是不是能夠借着那個2樓，我們先推廣？因為1樓咱目前有在咧使用嘛，吼，那你的2樓的部分，即賣是空。閒置的，是不是會當佇迄個所在來開始琢磨？會佇迄個所在先設置這個漁業親子館，那麼能夠跟食魚教育的一個文化體系，更能夠帶動地方。你說2樓它是閒置狀態，如果它是閒置狀態的話，它是可以。做更有效益的利用，像主席他是安平的選區了嘛，哈，但是我們會跟安平區、跟安南區這邊，台南是有漁業的這個選區的議員來跟他們商量一下，做一個規劃，至少規劃費我們是可以先處理了，哦，如果漁業署同意，哦，農業部的漁業署同意，我們先來編這個規劃費，然後等到明年度我們再編後年的這個預算的時候，我們再編這個設置費。議員雖然是安南區出身，不過面對超過30檔的安平魚市場，聽圖中計嘛相當關心。畢竟咱台南佇漁業有先天的優勢，地方嘛相當關心，將規劃成現代化的漁業中心。對此，中央目前已經補助300萬進行可行性評估甲先期規劃。台南新聞，阮籍張碩維採訪報道。